新年快樂！今篇係2016年嘅第一篇導讀，心情相當興奮。除此之外，嫲嫲牧師亦剛剛為天馬座行動開始咗一個新系列，就係923嘅共同訊息啦。真係新年新氣象啊！又再除此之外，今篇導讀亦會以一個全新嘅方式同大家一齊了解今篇訊息嘅內容。咁開始咯！日華牧師嘅每一篇分享都係精心設計，每篇都有個主骨幹，由引言開始去到感言嘅時候，就可以話係一個總結。當中有唔同嘅段落，一步步咁增強大家對信息主旨嘅明白，而段落之中又會出現好多例子，去加強段落嘅說服力。若果大家捉唔住呢個骨幹，你就有機會俾眾多嘅例子。咦，我頭先好似行開咗咁嘅？冇錯啦，若果大家捉唔住呢個骨幹，有時反而會 miss 咗牧師最想你明白嘅地方。所以今次我哋會先同大家睇一睇條骨。自從嫲嫲牧師分享天馬座行動，慢慢佢發現咗玫瑰園計劃，再後嚟牧師更發現呢啲眾多嘅資料都係為咗印證石安呢點，上星期都略略提過啦。牧師嘗試過以不同嘅方式去整理呢啲資料，例如一以共同信息嘅角度去理解，二上兩篇信息就以 ID 石安嘅身份去理解，而今次就係第三以923呢個層面去整理呢啲資料。以前我哋都有提過好多資料提到923，但係今次之所以分享呢個系列，就係因為牧師發現唔單止提到923呢個日子，原來所有923嘅資料都係指住剛剛過咗2015年嗰個9月23日，亦即係今年猶太人新年裏面嗰個贖罪日。點解咁肯定？呢度一共有4大個例證。1. 每年吹角節唔係預定嘅第一日就係第二日，但係今年竟然2日都唔係，而係第3日，應驗咗那日子那時辰冇人知道。2. 嗰個266任教宗方濟完全夾啱時間去同奧巴馬會面，啲時間數字啱到冇第二個解法。3. Giza 金字塔一直講嘅5776就係今個猶太新年開始，我哋喺新年去講呢個猶太新年都幾啱喎，哈。4. 有3個線索俾我哋睇見，今年極有可能就係啟示錄裏面嗰個小孩子誕生嘅一年。好，4個例證確定係眾多嘅923係指住今年，咁進到下一步就係除咗指住今年，仲要係指住我哋添啊！呢度就有2大個例證。1. 美國係1986年嫲嫲牧師去加拿大屬靈恢復嗰年嘅9月23日，將玫瑰定為國花。2. 成龍嗰套舊片《奇蹟》當中提到嘅麗池夜總會喺英皇道923號呢度，後嚟改建變咗好普通嘅住宅，但係竟然喺度誕生咗3個香港地產巨擘，仲要全部同石安息息相關。當我哋知道923唔單止係講到2015嘅923，仲要係全部為咗印證石安之後，牧師就再推進到下一個階段，要做咁多咁完美嘅鋪排，其實只有喺時間流以外嘅神至可以做得到。呢啲共同信息就好似神以歷史上嘅不同事件留低佢嘅簽名一樣。咩係神嘅簽名？就係神要俾你知道佢係 Alpha and Omega， 亦即係 Aleph Tav 呢個字所表達，佢係起先係末後。Aleph 係代表牛犧牲，完全吻合呢期嘅栽在溪水旁，而 Tav 係聖經中最常代表為簽名。神嘅簽名係完全超越時空、超越人嘅安排，至可以達到。咁石安嘅眾多經歷中，有咩例子係有睇到神嘅簽名呢？牧師就話喺我哋官方推介嘅2個觀日地點，竟然2個都係4794。牧師就詳細同我哋講解咗係幾咁超然。去到感言部分，嫲嫲牧師為今篇信息做咗總結，就係石安呢套2012信息喺人睇嚟好似好渺小，但係神就用極龐大嘅印證，讓世人知道我哋呢套信息係時間中嘅絕對存在。牧師更加以 rebuild 小說達文西密碼嘅結局講俾我哋知，代表時間 Alpha and Omega 嘅巴黎玫瑰子午線就刻意穿過羅浮宮玻璃金字塔下方嗰個模仿 Giza 金字塔嘅遺失的塔尖。咦，個塔尖
咪一直都係講住係2012榮耀盼望信息咯。冇錯，所以嫲嫲牧師以呢個例子作結，就完全呼應佢一開始所講，好多資訊都係印證石安，而今次嘅923共同信息可以話係一個新嘅開始。成個大綱碌咗一次，大家都應該有個好清晰嘅概念啦。咁我哋家陣只需將某啲重點輕輕講多少少，大家都應該即刻明晒。到重溫嘅時候就可以非常吸收啦。講返令到嫲嫲牧師確信一直以嚟嘅923共同信息，一定係講緊2015，亦即係猶太曆法5776新年嗰個923，一共有4個例子，係咪？我哋先講今年呢個特別嘅吹角節先。首先，我哋要記得今年嘅9月23日係以色列人今年嘅贖罪日，亦即係猶太新年嘅一部分。猶太新年嘅3個節期：吹角節、贖罪日、住棚節。吹角節同時亦係佢哋嘅元旦，係新年嘅開始。以色列人好有趣嘅，吹角節唔係指定一日嘅，而係指定2日嘅其中一日嘅喎。佢哋係以望住個天，見到新月出現嗰晚就係吹角節。猶太嘅曆法都好準確嘅，有時第一晚望住成晚都唔見新月，咁第二晚就一定會見到。呢個做法即係唔係第一晚就係第二晚，已經運作咗3500年，世代都係咁守節。之前主日都講過，主耶穌所講嘅那日子那時辰冇人知，唔係講緊是但一日，而係指到呢個以咁特別方式去定嘅吹角節。點知今年呢2日就出現咗以色列立國以來最嚴重嘅沙塵暴太沙塵啊！結果搞到第1、2日都見唔到新月，要去到第3日至見到。忽然大家都醒起，咦，今年嘅吹角節咪真正應驗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咯。另一個重要指標俾我哋知道，所有923都係指住2015嘅923，毫無疑問，一定係教宗方濟去美國同奧巴馬會面呢個安排啦。之前喺呢個923就係嗰個923，我哋都提過下。不過主日當然有更多資料啦。由使徒彼得計起，第266任教皇喺方濟上任嘅第923日，亦即係2015年嘅第266日，又即係9月23日。2015同時又係美國立國嘅第239年，即係英式寫法嘅923啦。就喺嗰日，方濟走咗去美國同奧巴馬會面，奧巴馬為教皇設宴，嘉賓人數係923人。嫲嫲牧師嘅結論就係呢種已經唔能夠話咩億萬分一嘅巧合嚟形容，呢個根本就唔係巧合，呢個絕對係設計。2000年間只有一個266任教皇，佢只有1日係即位嘅第923日，美國立國只有1年係239年。若果再加埋今年係基薩金字塔直指嘅猶太曆5776，你話啦，全部嘢歷史只會有一次嘅，可以全部碰埋喺1日發生，你都唔好意思同我計劃年率啦啩？仲要計就已經係死雞撐飯蓋啦。呢個肯定係刻意安排，去表達今個923就係一直等緊嗰個923咯。至於第4個令嫲嫲牧師確信一定係講緊今個923嘅重點，就係啟示錄嗰個會用鐵杖轄管列國嘅小孩子，睇嚟極有可能係今年誕生。一共有3個線索。第一，婦人懷孕週期係266日，若果以1任教宗代表1日，方濟係第266任教宗，就代表小孩子會喺呢個教宗嘅任內誕生。第二，以賽亞書61章講到，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耶和華嘅恩年即係禧年啦。我哋知道5776正好進入咗神嘅禧年，神報仇嘅日子即係神審判嘅日子啦。啟示錄又俾我哋知道，小孩子誕生嗰年就係喺神報仇審判嘅日子，咁條數好易計，咪又係指住今年咯。第3，大家都知我哋點解唔會慶祝聖誕節同復活節啦？因為聖誕節其實係慶祝荷魯斯誕生，復活節就係慶祝俄塞里斯復活。但係大家又記唔記得呢2個咁 rebel 嘅節日係咩人搞出嚟嘅呢？冇錯，係天主教。天主教當日咁無聊搞呢個節日，其實會唔會係要嚟紀念終有一個復活節嘅期間，小孩子會出現，佢哋將會擁有復活身體呢？嫲嫲牧師就因住以上3個線索，推測到小孩子好可能喺今年誕生，所以眾多嘅923資訊都同樣係直指今年啊。一次過聽晒令嫲嫲牧師相信所有923共同信息都係指住今年嘅4個例子之後，就輪到極速睇下點解肯定係講緊我哋嘅例子啦。首先喺1986年9月23日，美國將玫瑰定為國花。簡單講，呢年係牧師咬定牙根要繼續侍奉嘅一年，同其他共同信息一樣。當我哋教會去 fulfill 一啲嘢嘅時候，原來神就會做某啲嘢去印證我哋嘅決定。呢個訂立國花亦係同一原理。感謝神無微不至嘅印證。
成龍喺1989年嘅電影《奇蹟》，我諗大家都對呢一組信息好有印象。《奇蹟》裏面玫瑰夫人嘅住處係英皇酒店，主要場景係麗池夜總會。現實中英皇道923號就真係曾經係麗池夜總會，都夠做得明顯啦。點知麗池夜總會後嚟變咗普通民居麗池大廈，唔係半山區，係普通民居啫。就先後出咗九倉、新鴻基同華懋嘅老闆，呢3間發展商又同石安息息相關添，真係有冇咁啱啊？主日 VO 已經講得好清楚易明，咁我哋唔重複啦。其實仲有提到麗池夜總會只係香港小姐鼻祖，美貌與智慧並重，原來係出自 Freemason， 全部都係直指我哋呢間新呼吸教會。呢啲都留翻大家重溫主日信息啦。喺一輪嘅印證之後，牧師就帶出呢種印證嘅級數必須嚟自時間流以外嘅神，而呢啲都係佢嘅 signature， 係神嘅簽名。神嘅簽名係咩？就係創世記好神秘咁出現咗2次，一個好特別嘅希伯來文 Aleph Tef。一直以嚟呢個字都係一個謎，淨係知佢係神嘅簽名，因為 Aleph Tef 係希伯來文第一個同最後一個字母加埋 Tef 就係簽名咁解，亦知道神應該就係講緊佢係創始成終咁上下意思，但係其他真係一無所知。直到星際啟示錄同埋玫瑰園計劃之後，萬民牧師終於完全解咗呢個謎。其實呢個係好豐富嘅教導，不過今次講咗個簡單嘅理解先啦。所謂神嘅簽名個情況似咩呢？就似你睇一出戲，開始嘅時候以為冇乜嘢啊，所有嘢都好似自然發展咁，但係臨到結局之前開始穿橋啦。哇！你先知道原來之前每場戲都留咗咁多伏線，到結局係咁意想不到咁精彩。呢個時候你會唔會話啊？啲劇情撞彩可以同前後呼應喎？梗係唔係啦，你一定會話個編劇勁喎，係咪？冇錯，呢個就係編劇透過佢巧妙嘅鋪排，好似留低咗簽名咁，讓你肯定佢嘅工作，佢嘅存在。原來好類似嘅，神係歷史嘅創始者，亦係終結者。萬事萬物有好多事都係由神開始嘅。當然，開始嘅時候冇咩人會察覺，以為咩都係自然出現。但係喺人類歷史結束嘅時候，神會親自完成佢自己開始嘅工作。當人見到嗰種完成時候嘅智慧、巧妙嘅安排，就會認得一定係神先至可以做到。呢個就係神嘅簽名嘅意思。聽到呢度，大家係咪已經覺得好敬畏呢？牧師就提到2個觀日地點竟然都係4794，佢認為係一個無可推諉嘅例證，呢個必定係神嘅 signature。神要俾我哋知道，一定係佢做嘅。信息裏面，牧師同資料員加埋興盛叔叔，好詳盡咁證明咗要做到呢點嘅難度其實係幾咁高。世上絕對冇任何人能夠做到用呢個方法去印證我哋，呢個一定係神嘅簽名。感謝神。感言部分，牧師再從時間中的絕對存在呢個咁特別嘅 term 引申解釋，有睇上一篇導讀嘅弟兄姊妹應該有好初步嘅理解。牧師舉咗巴黎玫瑰線嘅例子作為解釋，我覺得真係好勁好勁。子午線代表時間嘅 Alpha and Omega。另外，大家都知 Giza 嘅大金字塔個頂係消失咗嘅，呢個消失嘅頂部亦即係美金1蚊上面 AUD嗰部分啦。我哋亦知道嗰個部分其實係代表咗我哋嘅2012信息。好啦，請問有邊位知道原來喺巴黎羅浮宮嗰個玻璃金字塔入口嘅下方就有呢個消失的頂部仿製品呢？當代表 Alpha and Omega 嘅巴黎玫瑰線剛剛好踏正呢個代表2012信息嘅消失的頂部。2012信息喺時間中嘅絕對存在，不言而喻。最後都想講講神送俾我哋石安嘅一份新年禮物。上年分享天馬座行動第1篇，就係2012榮耀盼望信息第266篇。今年2016年嘅第1篇信息，亦係923系列講出我哋定命嘅信息嘅第1篇。咁啱係星際啟示錄第266篇266小孩誕生嘅數字，真係好震撼，好激動。衷心感謝神一日都冇偏差嘅帶領。我想每位睇緊導讀嘅弟兄姊妹都一齊鼓掌，將所有榮耀頌讚全部歸俾神。感謝神。